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 Team Taiwan 迎战到世界棒球经典赛。投手方面，效力日本火腿斗士队的高林瑞阳，被认为是王牌的人选之一。过去2年，伊因为受伤，无法度参加12强赛甲经典赛的资格赛，这届总算是有机会代表国家比赛咯。铅球上国赛汉草嘛变真响。去年效力日本火腿斗士队的中投高林瑞阳，有日本职棒磨练，终身回国台湾，有机会比经典赛替国家队出战。你会希望取得最高的荣耀嘛？然后尽全力的去表现。那对我来说，我给自己的目标是我希望我能够接受最后的结果，无论结果的好坏，因为准备的越多，你就越能去接受最后的那一个结果嘛。就希望自己是100%投入的，然后100%准备好的。职业生涯为统一赛出发，高林伫咧中职定咧着奖，所以因为受伤错过12强和经典赛、资格赛，总算有机会迎接生涯第一摆一级棒球国际赛事。伊认真备战，和队长陈吉宪嘛看到伊无共所在。一样就是古灵精怪嘛，那这是我们比较私下看到，大家可能看不到。那这次回来，你看到他的不管是体格或者就是心态，或其实你看他走路，你就知道他其实蛮有自信。你会觉得他蜕变了，变成熟了。短短的1年内，曾经当过他的队友的我，也感到了与有荣焉。讲到特别的队友，就讲对伊的心肝内，这个人是戴培峰，伊和高林瑞阳为国小到高中，扩大甲小化。如今要同齐走向国际舞台，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朋友嘛，然后可以在棒球最高的比赛，如果可以一起比赛的话，那当然是令人很开心的一件事嘛。会不自觉把回忆拉回去高中那个状态，就是有一个这么熟悉的捕手，然后以前跟你搭档嘛，那今年或许有机会就一起入选中华队，我是希望可以的，会很期待我们共同联手，然后去对抗各国会拿出什么样的表现这样。经典赛季赛，台湾刚走入日本、韩国连大对手。高林除了对日本熟，伫韩国嘛有好朋友王牌投手贵宾。无论是甲倒一队对决，相信因拢会尽全力拍赢每一战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